今朝我要到大家去见识见识，正宗手撕焖肉是哪挖擦出来的。前夫无长，这个带收入给里向来，一趟100多斤的啦。侬越多越好吃。他也撇得实情。我讲老肉是来了。等了我讲1斤2斤肉是非常晒得出正宗焖肉的味道，1块2块的精肉侪开了牙子里。哟，一只咖喱特3万。真的，大概里哪里再给吃？那个啥个讲句叫？肉是蒸下去，那个一饭做到滚啊，死滚不滚。那个手最要发到标准，死滚飞滚。哟，那个又是啥讲句叫？哦，还有啥交辰光？要4个半钟头。难得看见岸上干净个厨房间，地浪向竟然没一点点黑颜色个水呢。大窑里不晓得兔子就会扑手啊！哎哟，4个钟头一带走啊，搿2块肉也嗨了家。真哈子，那个肉是来得不得了，不要拿烟盆蹭下子了出个，反正要杀脱个哎，一笼侪杀脱。避开肉来哈。有么是面汤活的辰光，那1块2块3么子不还吃？根本杀不出个眼光了。正宗五花肉，对硬了。说说看，1人、2人、3人、4人、5人。今朝刚才晓得，腊肉也是一门技术活，真正的避开肉来，骨头要酥脱。那个称出来个侪是猪肉肉个肋旁骨，想想人是残酷是蛮残酷个。上头水哈，啥意思讲？拿个鱼全部压出来，吃起来肥而不腻。那个就是你昨天到山下个包了里向腊肠的，现在吃是一块30。那个就是呢，今朝中浪向吃个焖肉的面筋里了。囡囡啊，明年还天天到你的冯玉记住来工作，个啊。说叫总监房子住了边了，1日3顿。